为了对抗中国复旦大学分校在布达佩斯落地，布达佩斯市政府决定把首都的一些街道重新命名，其中一条将改为达赖喇嘛街，另外一条将命名维吾尔烈士路，还有一条叫自由香港大道。匈牙利政府与上海复旦大学于今年4月下旬透过网络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将于2024年在首都布达佩斯开设分校，并预计将收2000名匈牙利、中国以及其他国际的学生。消息指出，布达佩斯第9行政区区长巴兰尼伊于上月中旬在记者会上对政府在当地修建分校的计划表示坚决反对。他同时宣布，若中共坚决在该地区开设分校，他将大道分别更名为达赖喇嘛路、香港自由路、维吾尔英雄路。美国国会两党组成的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6月1日致函美国国会篮球协会，敦促 NBA 球员停止为中国体育用品公司做代言，因为这些中国公司与在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相关。他们指出，保留与这些公司的代言协议就是共谋。联邦参议员默克里和众议员麦格文在信中对10多名 NBA 球员与安踏、李宁和匹克等中国公司签订的合同表示关注。这些公司都承认了使用东突厥散生产的棉花。默克里和麦格文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指控中共在东突厥散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并禁止从东突厥散进口棉花。此前有报道称，数十万维吾尔人被迫在东突厥散地区采摘棉花。默克里和麦格文在给 NBPA 总裁保罗和执行董事罗保茨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 NBA 球员继续与安踏体育公司签订新合同，而安踏与东突厥散棉花公司的商业关系已经给 NBA 球员和 NBA 带来了名誉上的风险。NBA 球员不应该暗中支持这种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说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根据中国官媒央视1日报道，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顺利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习近平称，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态势，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尽管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强，但由于人权记录，特别是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香港的紧张局势以及对台湾的举措，正在引起反响。随着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压力逐渐增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也在日益升温。主管特战和低烈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被提名人克里斯托夫·迈尔上周四在美国参议员审议他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曾公开表示，美国将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还有参议员则建议美军应该向台湾军方讲述如何在遭敌军占领后的地下抵抗体系。台北的联合报周一引述台湾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军的安全合作旅官兵已经在台湾新竹湖口下基地协助训练国军的联兵旅。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也在与国军陆军特战部队做固定的协训操演，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今年也首度派人前往台湾，与国军的特战部队实施专家交流。在
在以色列总统授权的阻隔任务期限结束的1个小时前，被授予阻隔任务的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皮拉德成功争取到了联盟多数的支持，以组建新的政府。共有7个政党为皮拉德签署联盟协议，从而为其阻隔提供了必要的议会多数席位。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皮拉德周三晚间向总统里夫林通报，他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里夫林的政党周三晚间宣布，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皮拉德周三晚通知总统里夫林，组建新政府的联盟已经完成，将取代内塔尼亚胡政府。